歡迎收睇19 Talk，一個為大家提供健康科普資訊嘅頻道。今次我哋收到網友提問，提到私密保養嘅概念，想知道呢個究竟係咩？點解男士要重視？仲有值唔值得花錢去做？喺香港，男性健康同私密保養話題可能有啲敏感，但隨着健康意識上升，越嚟越多男士關注點樣保持活力同青春。呢個問題好實際，我哋會用科學同實用角度解答，幫你了解私密保養嘅重要性同方法。準備好，一齊嚟探討。情景問題：男士到中年好易衰老。男士人到中年好易衰老，留意到私密保養好似好重要，但唔清楚即係咩？男士點解要花時間同錢去做？有咩實際好處？值唔值得投資？呢個問題好多男士都有興趣，因為私密保養同健康、自信同親密關係息息相關。以下我哋會逐一解答，仲會提到飲食、運動同按摩嘅實用方法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嚟，或者嚟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私密保養即係咩？私密保養只針對男士性健康同整體活力嘅養生方式，透過飲食、運動、按摩同保健品，改善性功能、精力同身體狀態，幫助維持青春活力同提升房事表現。私密保養唔單止針對性功能障礙 ED， 仲包括前列腺健康、睾酮水平同整體身心平衡。喺香港高壓生活下，如 OT 文化、臭 B 壓力，私密保養可以幫男士減壓，提升自信同改善親密關係。男士點解要重視？性健康影響自信同關係。研究顯示，約20%至30%嘅35至50歲男士會遇到輕度至中度 ED， 影響自信同伴侶關係。私密保養如運動同飲食，可改善血流同荷爾蒙水平，增強性功能。前列腺健康，定期保養如按摩或找龍筋，可促進前列腺液循環，降低前列腺炎或前列腺癌風險。研究指適度射精可減低20%至30%前列腺癌風險。抗衰老同活力，私密保養如 NMN 補充劑，可提升 NAD 加水平，促進細胞修復，改善精力同抗衰老，特別適合香港快節奏生活嘅男士。減壓同心理健康，適度嘅私密保養如按摩或運動，可釋放內啡肽，減輕壓力同焦慮，提升生活質素。值得花錢嗎？私密保養嘅投資回報因人而異，但如果能改善健康、自信同親密關係，絕對值得。喺香港，私密保養選擇多，例如 NMN 補充劑，約1000至2000蚊一瓶。專業找龍筋按摩約800至2000蚊一次，或運動課程約200至500蚊一堂，價錢唔算平，但同健康同幸福比起嚟係合理嘅投資。相比長期醫療費用，如 ED 治療或前列腺問題，預防性保養更划算。補充：以下係幾種常見嘅私密保養方法，幫你了解點樣入手。飲食 NMN 係熱門抗衰老補充劑，喺香港好受歡迎，如力神 NMN 男士專用配方約1780蚊有60粒。研究顯示 NMN 可提升鈉鉀水平，改善細胞能量、精力同性功能。建議每日250至500毫克，配合均衡飲食，如海鮮、堅果，效果更好。按摩找龍筋係傳統泰式按摩技術，針對腰部、腹部、會陰等部位，促進腎功能同前列腺健康。喺香港都有專業找龍筋，可改善疲勞同性功能，特別適合有頻尿或性功能下降嘅男士。外用產品 XXL Cream 等私密保養商聲稱可增強血流同敏感度。喺19 Toys 或 HKTV Mall 可買到，約200至500蚊。運動每周150分鐘中強度運動，如跑步、游水或龍筋運動，可提升睾酮水平同血液循環，改善性功能同精力。龍筋運動類似太極或伸展，強調筋膜放鬆。喺香港健身中心有相關課程，約200至400蚊一堂。心靈安慰：如果你因為性健康或精力下降而感到尷尬或壓力，唔使過分擔心。35歲左右嘅男士喺香港嘅高壓生活，如長時間 OT、家庭壓力下遇到呢啲問題好正常。私密保養唔係為咗證明咩，而係幫你重拾活力同自信，改善同太太嘅親密關係。你願意了解同投資私密保養，已經係積極嘅一步，顯示你重視自己同另一半嘅幸福。呢份用心好值得讚賞。收睇呢條片嘅你，已經喺尋求改變，呢份勇氣係健康嘅第一步。建議：為咗開始私密保養，試試以下建議。第一，諮詢醫生。開始 NMN XXL Cream 或找龍筋前，揾泌尿科醫生或性健康專家，確保安全同適合自己。第二，均衡飲食。試試 NMN 補充劑，每日250至500毫克，配合富含鋅同鎂嘅食物，如蠔、堅果，提升精力同性功能。第三，適度運動。每周150分鐘中強度運動，如跑步或龍筋運動，可增強睾酮同血流，改善性健康。第四，專業按摩。考慮找龍筋或前列腺保養按摩，每周一次，約800至1400蚊。促進前列腺健康同減壓，選擇有信譽嘅地方。第五，同另一半溝通。
同太太分享你嘅保養計劃，問問佢嘅感受，一齊計劃親密時間，如週末晚餐或散步，增進感情同減輕壓力。總結：私密保養係透過飲食、運動同按摩提升男士性健康同活力，幫你保持青春同改善房事表現，值得投資，因為健康同自信無價。以上內容純粹參考，建議有任何擔心，務必揾醫生尋求專業意見。感謝收睇19 Talk。如果有其他健康或關係問題，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哋。下期見。